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江俊龍。回顧2024年，係家鄉市集真係令人難忘。廣東各地區嘅特色美食、非遺作品展示以及潮汕煙歌舞等民族文化表演，吸引咗眾多市民前來參觀，並且獲得一致嘅好評。呢個唔單係文化交流嘅盛會，更加係連結同鄉情感嘅平台。今年即將舉辦嘅第3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，廣東展區將設置6個熟食攤位，特別準備咗年輕人最愛嘅飲品手打檸檬茶、凍咖啡、奶茶同埋雜果冰，希望喺炎熱嘅夏日中俾大家帶嚟一絲清涼。熟食方面，我哋將提供潮汕特色美食，例如牛丸、滷水鵝、紅頭果同埋無尾糕等傳統佳肴，一定能讓大家感受到家鄉嘅味道，食得開心。今屆家鄉市集特別之處就係增設咗科技體驗區，會場將搭建多個展位，展示創新科技產品，仲會有售賣人、AI 實時生成等，方便香港市民體驗科技新時代嘅步伐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1執行主席鄧清河。今年嘅第3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將有眾多令人期待嘅產品。我哋廣東嘅攤位，我強烈推薦嚟自我哋廣東嘅肇慶果蒸粽啦、中山嘅蘆兜粽啦。此外，我哋都會有新鮮嘅荔枝出售，甜美多汁，亦都係我哋熱天嘅一個代表果品。響乾貨方面，多個攤位都有售賣我哋廣東特色嘅五指毛肚啦、牛大力啦、土茯苓等嘅草藥，亦都係深受廣東人歡迎同埋煲湯嘅上品。響茶葉方面，我哋廣東攤位有出售嚟自清遠嘅英德紅茶啦、潮州嘅鳳凰單叢茶啦，仲有啲攤位出售功夫茶等等。第3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更加係精彩紛呈，我哋期待與大家共同營造熱鬧愉快嘅氛圍，感受鄉情嘅獨特魅力，共享呢場豐富多彩嘅文化盛宴。同耕同園易滋味，家鄉市集在香港。尋找美食在廣東，掃貨暢遊到維園。第3屆家鄉市集開鑼，廣東攤位匯集嶺南八寶，誠邀各位市民共赴購物盛宴。江山斜戚家鄉詞，臘梅茶香正熱風，前來把冷涼風味帶回家。第3屆家鄉市集尋味廣東攤位，臘味甘香、杏仁餅酥脆、荔枝清甜，地道林業風味盡在眼前，快啲將家鄉嘅味道帶返屋企啦！潮汕老友們請來潮汕食食店，無力依等嘅粿條香菇正，品嚐粵滋味，尋寶到維園，無需去到珠三角，家鄉特產最滋味。把握時機，快啲嚟維園買！家鄉味，家鄉情，家鄉市集平靚正。